安尼戴的眼镜有问题，因为后壁安尼我看无，嘿，看袂到，啊，要看会到，要回头看，无要紧吼，因为咱的迄个，我就稍微转一个角度好。嗯。要准备开始啊！哦，8点半，好，好来。这个调整较低就是了。好，安尼请咱这个转播，请咱即摆开始哈。弟兄兄弟姊妹平安，不管在座的兄弟姊妹，也是伫线顶伫遮参与咱做伙礼拜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拢到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因为咱目前因应咱即个病毒的传播的关系，所以咱照执事会的决议。咱甲即摆还阁咧实施线顶的礼拜，所以咱伫遮虽然是伫厝内，也希望咱大家警醒坐好伫上帝的面头前，因为咱的上帝的威严，咱需要庄严来到咱上帝面头前，做伙来祈祷。咱开始进前，请咱大家做伙仰头来祈祷，感谢。伫天顶大权能的上帝，阮不管用什么款
的形式来到你的面前。阮知你的心拢甲阮做伙伫底，阮也伫遮将今仔日阮要伫你面前的崇拜仰望伫你的面前，求你的神甲阮每一个人做伙伫底，互阮今仔日的敬拜充满你甲阮同在，互阮的心灵、心神照顾为你遐得到安慰。阮安尼开始进前，甲你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尊名，阿免。为什么？给我看一下。这个嘛。好，一开始进前，咱做伙来读，今仔日咱要做伙读的圣经，咱做伙来读《申命记》第4章，咱要来读《申命记》第4章，请咱照这个顶头 PPT 所甲咱显示的，咱做伙来读。以色列啦，当我所教示恁的律例法度，恁着听来遵探，通互恁活地入去来得到耶和华恁的列祖的上帝所赏赐恁的地。我所命令恁的话，恁毋通加添，也毋通减少伊，通互恁接受耶和华恁上帝的命令，就是我所命令的。看，我捌用律例甲法度教示恁，照耶和华我的上帝所命令我的，互恁遵探，伫恁所要入去承接的地。所以恁着接受来行伊，这就是恁的智慧聪明。伫列国的面前，恁因一个听即个一切的律例，就要讲，即个大国真正是有智慧、聪明的百姓。迄时，恁所近我徛伫山骹、山里，有火焰呛甲天顶，也有密云乌乌暗暗。耶和华对火焰中甲恁讲话，恁听起讲话的声。无看见什么像，只有声尔定。所以今仔日恁着知，心也着想，天顶地下只有耶和华，伊是上帝，以外无别个。所以恁着守伊的律例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互你甲你的后裔通得到福气。搁加添恁的日子久长，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到永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伫遮，我要用摩西甲咱的教示来甲咱想。咱人生有一个一定爱学的功课，就是咱爱顺服伫上帝的面头前。我顶遍伫遮甲大家兄弟姊妹分享的时，我有甲兄弟姊妹讲，摩西伫遐咧细念，伫遐咧杂念，伊杂念啥物呢？我顶遍甲大家讲了，毋知即摆伫咱的记忆中，咱也记咧偌济。迄阵摩西甲咱讲啥物？摩西甲咱讲，上帝是信实的。你若啥时阵听上帝的话，上帝就要祝福咱。
咱啥物时阵若背逆，咱就要受上帝的祝福，就要离开咱的身躯顶，咱会得袂着。所以，咱为过去遮做经历，咱就爱学一个真重要的教训，就是咱毋通定定活当心，就袂记个上帝伫咱身躯顶所赏赐的恩典。所以摩西伫遐甲因讲因的历史，伫遐咧甲因讲，你安怎互上帝带出埃及以后，一直行到何烈山骹，搁为何烈山骹行到加低斯。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伊分两段甲伊讲。伊讲：恁若无信，干若看外在的条件，到尾恁所得到的是啥物？为加低斯本来一礼拜行会到的路程，恁拢总行40天，伫遐漂流，当伫遐戆说，行到恁目前的即个所在，已经着约旦河边，准备要过河入应许上帝所应允要发咱的地。所以伫遮不对吗？咱毋通安尼，已经即个应允的地已经伫咱面头前看会到，但是咱较袂当入去，亲像我安尼。所以伫第4章，就是咱头仔所读的即章内底，讲咱来为历史中来学着即个教训，顺探上帝的意思，照安尼来行。申命记甲即个进前即个利未记。那一般的人来看讲，内容差不多相同，但是你若详细去甲比较，去甲读，你会发现讲内容拢差不多，但是讲法无同。利未记伊主要是要对遮跩教会的同工，对遮跩有认职的，甚至甲来讲对遮跩牧者，对亲像我安尼即个身份的人咧讲。阮就爱带头带遮跩所有的百姓，遮跩信徒来朝见上帝。但是伫申命记就毋是为咱每一个信徒来讲，伊并且对咱每一个信徒来讲，你爱安怎行，爱安怎行，并且有一个任务，恁爱将即个任务教示恁的囝、恁的孙。所以伫遮。虽然内容拢相同，但是对象无同，所以咱爱知影，咱安怎认捌咱即个上帝，会当决定咱的信仰。所以我足意爱要为即个申命记，慢慢甲大家兄弟姊妹来分享，咱的信仰到底应该安怎？所以我按算讲，上帝若允准。我要用10通摆的时间，甲大家来分享咱所有的信仰建立的即个旧约内底，遮跩甲咱教示的，咱安怎来接受咱的信仰？伫上帝面头前，咱通来得到福气。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圣神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对认捌你。认捌上帝，阮知这是阮信仰的根基。主啊，阮要伫遮表达阮的心愿，阮要顺服你，阮要听叹你对阮的呼召。阮也伫遮决心要做你的见证者，互别人会当因为阮来见到上帝。世间人也要因为阮来羡慕认捌真活的上帝，阮安尼立志求圣神上帝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安尼接受阮的心愿，一世人行伫你的面前。阮安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们。既然我头拄已经有共大家提醒，咱的信仰是建立伫咱对上帝的认捌。
所以上帝有真侪的角度，通互咱来看。咱要安怎看？你若愈侪角度来认捌咱即个上帝，你对咱的上帝认捌了愈完全，你的信仰要过甲愈轻松，过甲愈实在。你会感觉讲我真正伫上帝的祝福内底，不管是拢会感觉讲上帝伫我的身躯边，甲我做伙伫咧。所以我今仔日要先用2个角度，甲大家做伙来看。听从咱的上帝，第一个要甲大家看的，就是咱的上帝是会当听去，但是袂当看去的上帝。咱来先知影这项，所以咱就袂去想讲亲像世间人所有的咧敬拜，讲这个是阮的上帝，这神是阮的神。咱要伫上帝的面头前知。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咱虽然今仔日的境遇，个人伫大家的厝里，少数的人伫在场，但是咱爱知，不管你伫遮还是伫厝里，上帝拢甲咱做伙伫咧。佮另外一个赞处要甲大家讲的，咱的上帝是一个听从咱的上帝，是一个温足满满的上帝。咱今仔日。要先为这2个角度来看，所以咱先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伫咱头拄所读的这个11节、12节，伫遮咧甲咱讲什么？当当时，摩西共遐块会众讲：当恁还阁是囡仔的时，恁虽然10通岁7、8岁但是相信你有印象。迄阵咱伫西奈山，也是何烈山的山骹的时，恁看到山顶安尼乌云一直穿，雷公闪啦。但是上帝讲话的声，恁拢听。去你伫山顶的人，嘛无看到上帝。咱的上帝是安尼，互咱会当听到伊的声。但是咱无法度去看到伊的面，毋知伊什么形象。这拄好亲像咱目前，咱伫地球顶，当日头若出来的时，你会感受到日光伫遮，日头伫遮，佮乌云查条咧，你嘛知影日头伫遐。但是无一个人会当讲，我会当用我的目睭去看日头，日头什么款型的？当你的目睭一看，若详细看日头，毋免过几分钟，你的目睭，你的后壁的视网膜会去互日光烧歹。咱是无法度用咱的肉眼直接去看咱的日头，除了咱经过天文望的迄个望远镜。来看咱的日头，迄是经过处理过，将日光减少，咱才会当看到伊的形象。咱嘛毋是看到日头的本身，所以咱来知影，咱的上帝，咱会当确实体会到伊伫遮，甲咱做伙伫地，伊咧甲咱讲话。但是咱无法度亲自去看到咱的上帝，所以。咱都爱真谨慎。伫今仔日，咱无拍伫即个 PPT 顶头，但是一寡经文，我要伫遮个人来读互大家听。伫第9节，伊遮讲，所以恁着家己谨慎，也着谨慎守恁的心，免得恁未看见所看见的事，搁免得遮跩事。伫你活的时，离开你的心，你也着用遮跩教示你遐的囝，你遐的孙。我头拄已经共大家提醒过，咱所捌的，咱来教示咱的囝儿，这个是咱的本分。你毋通讲我也毋是牧者，我也毋是小组长，我也毋是执事，我啥货拢毋是，我是一个平信徒尔。你搁是搁较安怎自迷说？
咱拢有共款的即个责任，咱爱将咱所信的教示咱的囝、咱的孙，互咱的囝、咱的孙原来会当认捌即个真活的上帝。所以这是咱爱去守条的，咱爱知影，咱教示上帝，咱要将咱的所认捌的上帝教示咱的囝。咱就爱照咱所体会每一个层次，你体会倒一个层次上深，为迄个层次先教去。但是总教的是咱有一项爱记咧，就是上帝决心要拯救咱。就是我头拄仔咱较等要去分享的第二个层次，咱的上帝是恩典满满的上帝。这点咱一定爱教示到咱的囝。咱爱知影，咱会当认捌这个上帝。是因为上帝决心要听咱，要互咱捌伊。那毋是上帝单向，伊愿意将伊家己启示互咱知影。讲一句实在，人无气力来了解即个真活的上帝，所以咱爱单向接受上帝互咱的恩典。但是咱回应着互上帝的是安怎？上帝，我愿意守。你互我的遮侪教示，我愿意守，我愿意遵行。若无，上帝甲你教示，你听了你就袂记啊。就像讲，咱伫遮做礼拜，你若有记咧，有生活伫你的生活中显出你的信仰，就会当达到咱所讲的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若无听听就袂记的，听听就放咧。你搁听10档、20档的讲道，你也是同款，你也甲迄个初信的同款，因为你听了你就放袂记啊。所以这个是咱爱去知影的，这上帝要互咱的遮，咱要安怎用什么款态度来听咱所听的道理？咱逐个拢知，咱的记忆有限，除了已经变做家己。咱讲国语讲内化，已经甲伊雕刻伫咱的心内，变做咱活命的一部分。除了安尼以外，事实上咱会当记会牢的时间拢有限，只有将所记的变做咱活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态度，圣经互咱一个名叫做敬畏。伫第10节，伊安尼甲咱讲，通学习敬畏我。通学习敬畏上帝，伫今仔日第4章第10节，安尼甲咱讲，咱就爱学习敬畏上帝。这个敬畏，毋是干那讲上帝你足大，我尊重你，我佩服你，毋是干那安尼。你也知影，即句本来原文的意思是，因为迄个时阵还佫有落雨。伊讲，即个敬畏应该来是敬兄，咱爱敬兄，咱的上帝。但是因为咱强调上帝是主爱的上帝，意思甲咱真少用敬兄这两字。敬兄敢像会惊，毋敢甲伊亲近。事实上，咱的上帝是爱咱甲伊亲近的。即个敬畏就是知影讲，上帝对咱有绝对的管理，咱有法度用即个态度。来回应伫咱的上帝，所以伫旧约即个诗篇111篇第10节，箴言第1章第7节，第9章第10节，拢甲咱讲一个真要紧的话，相信足侪人会晓背遮侪圣经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根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根本。我相信在座。甲咱伫厝的人，有真侪人拢会晓背即节圣经节。即句事实上讲的，就是即个敬畏，就是敬兄。所以伫遮咱爱知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咱死伫十字架顶，咱已经对神称作义，意思甲咱目前感觉咱即个上帝足好亲近的。无亲像旧约时代的上帝，想到就惊兄，就敬畏，所以咱定定袂记的敬畏咱的上帝，甚至甲
对咱的上帝懒散，感觉无要紧啊，凊凊彩彩，我都不管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甲伊祈祷，伊拢听我。致使甲咱伫上帝的面头前，态度懒散去，凊彩去。希望这点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拢爱注意这点。咱一方面爱敬畏咱的上帝，一方面爱知影咱的上帝是慈悲满满，愿意咱不管事，拢愿意甲伊亲近的。就是因为安尼，第50到31节遐，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讲咱的上帝至大，搁通惊，毋通存侥幸的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点想要讲，后摆有机会，搁甲大家来分享。咱即摆要进入我头拄仔所讲的第2个题目。咱的上帝是温慈满满的上帝，伊是决心要救赎咱每一个人。所以咱伫遮，我来为32节到40节，我将中间较重要的，读互大家听。咱来为32节读到40节，相当长。我先伫遮讲读较重要的。35节，互恁知耶和华伊是上帝，伊以外无有别个。伊听恁的列祖，拣选因的后裔，用大权能亲自带伊出埃及。主耶和华伊是上帝，以外无别个。所以恁着守伊的律例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互你甲你的后裔通得到福气，除了伊以外，无别个上帝。这个任务通互咱甲咱的后裔拢得到福气。所以伫遮，咱知上帝恩典满满，慈爱满满，通亲近，通倚靠。上帝听咱，伊拣选咱，救赎咱，做伊的囝儿。所以人讲，咱拢是上帝的选民，咱拢是伫千万人中，别人拢无机会捌耶稣，无机会捌上帝，咱有机会。咱是互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咱知影，咱的上帝因为恩慈，所以咱讲，咱的上帝会保守咱，咱的上帝会供应咱每一日的需要。拄像咱伫主的祈祷文内底所讲的，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咱知影，咱每一日的需要，咱也袂开喙求，上帝拢供应咱，伊拢求。咱有哪咧想？上帝上大的恩慈是啥物？伊救赎咱，互咱有机会通来认捌伊。我想，这个是咱上大爱感谢的，每一遍拢爱去感谢。有一寡毋是基督徒的，伊嘛咧研究咱基督教的信仰。伊讲一句话，我感觉这句话影响真大。连一寡信徒嘛捌提出来甲我讨论这个问题。伊讲，咱的信仰事实上是保罗发明的，本来就无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保罗发明的。保罗伫这罗马书、加勒泰书提出来，了后大家就照安尼发展出基督教。我讲毋对，一个真理毋是人会当去发明的，毋是一个人会当去发现的。我举一个真明白的例，亲像牛顿、爱因斯坦，因甲咱提出啥物？万有引力提出相对论。每一项物件，假如有重量，伊就有吸力。只是我100公斤来算，人上重100公斤左右，伊会当产生的迄个吸引力，足小，小甲咱袂感觉讲我若接近蔡牧师，就蔡牧师咧吸去，还是我接近恁就吸来，无，因为咱的力量足小。但是当这个重量若大较像一粒地球、一粒太阳的时，伊所产生的迄个吸引力就真大。正像这，敢是
牛顿敢是爱因斯坦去发明的？毋是，是因去发现的。因为因相信上帝的创造一定有一个真简单的原则，因着去敲找迄个原则，所以到即摆也有一个大部分已经完成啊，叫做统一场论。统一场论目前也阁有小可的部分，咱也无研究彻底。阁经过即个霍金继续研究啊，即摆咱对黑洞的了解，尤其我看顶个月天文有讲，咱接近黑洞的时候，恒星的运动，毋是咱所想的射入冷壳啊。伊讲是像咧跳舞安尼，用安尼练的。伊讲安尼较合乎即个咱所讲的统一场论。啊，这对我来讲，我只有看看去了解尔，我无法度真正去了解因讲啥物。到底我无专业，我只有安尼来接受因所讲的。所以伫遮我发现，上帝的创造有一个真简单、真明确的原则，人爱去了解。同款伫遮保罗经过安尼去研究圣经内底上帝的启示。当然，即个圣经伫保罗的时代，就是看咱即摆旧约。所以我是安怎会经旧约的申命记，甲大家来分享咱的信仰，要为申命记来看咱的信仰是啥物。同款是即个角度，相信咱的上帝对古到今无改变。伊甲咱启示的只有一个原则，拢相共。咱爱接受上帝予咱的恩典，接受伊甲咱准备好的救恩。伊是独一真的上帝，咱认捌伊就够业。咱爱知影即点，所以伫咱头拄仔已经讲清楚的即两点。第一个，上帝是会当互咱听见，但是咱看伊袂到的。第二，上帝是恩慈满满救赎咱的上帝。所以伫遮，我要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结论，就是咱爱遵探即个真话上帝予咱的命令，咱爱顺服伫咱即个真话上帝的面前。所以摩西一再安尼甲咱细细念，一再甲咱杂念，讲啥？恁都爱听探上帝的话，恁都爱顺服伊的话。较讲嘛，讲恁都爱顺服。咱安怎来顺服？啊，有足侪人讲，啊，咱顺服啊，我家己咧，对。当咱顺服伫上帝的面前的时，我承认咱家己会受，咱家己所要求、所希望的，爱受着啥？爱受着管理，你爱受着节制。我袂使，我想要安怎就安怎。这款才叫做顺服。啊，若你安怎就要安怎，是别人顺服你，毋是你顺服上帝。咱爱安尼听探上帝伫咱的面前，愿意甲上帝讲。遮跩我所爱的，拢是你予我，我行倒转于伫你的面前。咱的管理，都爱降服伫上帝的大权名之下。所以这是咱需要去遵守的。所以伫第6节甲31节，咱若手头有圣经的，请咱大家去家己来看。伊伫遮要互咱发现一个真重要的。咱所想的管理，咱所想的公义，咱所想的人民，上帝所想的，拢超过下跩，拢超过咱会当想的。所以足侪人咧甲我讲啊，咱的上帝也无灵无啥。我讲哦，啊你若安尼，你的意思，上帝在做你的万应公，啊，就亲像一个父母教囝的时，囝儿要啥物就啥物，啊若无囝儿就倒落涂骹烂。啊！你就听伊的，到底上帝是你的万应公，还是我进前捌甲大家讲过？上帝敢若像一个贩卖机咧，你15块落去试咧，雪碧就走出来，伊袂甲你走可乐出来。安尼，迄个是贩卖机，迄个毋是上帝。咱道你的要求，你的上帝完全听你的嘛。你若要求上帝完全听你的，就像我顶届甲大家分享的。是你做上帝的上帝，
还是你将上帝做你的上帝？我想这个是咱需要去了解的。为着这个，咱爱顺服伫上帝的面头前。摩西伫遮特别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例，是因当时正在徛伫约旦河前，准备要过约旦河入去占领上帝予伊的迄块流尼革密的迦南地的正在的人所当经历过。摩西甲因讲：恁伫旷野漂流40天，恁也无受军事训练，但是河东的两个王恶甲西王，安怎输伫恁的手？毋是恁搞小台，是咱的耶和华上帝替咱完成遮遮的代志。恁已经赢。咱伫遮，你有发现到无？恁迄阵赢迄两个王是为着啥？为着恁顺服，缀着约规咧行，安尼恁就赢。恁爱顺服。伊定心提即个例咧甲伊讲，并且伊甲伊讲：恁有注意到无？当恁赢了，恁就欢喜，结果发生一个什么代志？发生巴兰事件。一个假先知巴兰引诱恁去做歹代志，结果恁为着安尼瘟疫伫恁的百姓中间流传，所以恁拢总死24000个。若毋是阿伦的子孙菲尼哈顺服上帝的旨意，带头将即个歹代志停止，恁毋若死24000个，恁也要死搁较济。所以同款，咱目前原来伫疫情的之下，我发现着世界各国的领袖，有基督教背景的领袖，甲基督教信仰所有的宗教领袖，最近拢发起，咱来伫上帝的面头前认罪祈祷。我相信咱若逐个人拢安尼伫上帝的面头前认罪祈祷，咱目前的即个疫情也要终止，要为着安尼渐渐停起来。事实上，咱家看，像纽约昨日嘛发表讲，因的疫情开始有咧终止，因为美国总统带因规个教会，拢有伫上帝面头前做伙祈祷。当然，我无法度知影美国总统伊是真正信耶稣，还是安怎？但是我发现，人若愿意降服伫上帝面头前，愿意顺服伫上帝面头前，上帝的手都要伫遐，互咱显现，要互咱看到。摩西除了用即个例甲因讲以外，摩西佫用另外一个例甲伊讲，伊讲来看我本身。我叫恁爱降服，我本身有降服无？我有顺服无？伊甲伊讲，恁会当过去。上帝甲我讲，我有一遍无顺服，无遵主做大，伊无要互我过。耶和华上帝讲我袂当过，但是我当然真艰苦，我会甲伊落，我会甲伊还。所以伊伫讲伫第3章，遐伊就甲伊讲，伊讲我共我的上帝讲，求你应允我过去，看约旦河迄边水的地，迄边水的山，甲黎巴嫩。我一直安尼共上帝求，上帝安怎讲？上帝对我讲：安尼你够野啦，你毋通阁对我提遮遮的代志。咱若看另外一个翻译本，伊安怎讲呢？迄翻译本来讲，你还我还安尼有够野无？好啊啦，停啊啦！哦，咱若伫迄个风向译本内底，就看到伊翻译甲真传神，伫遐安尼咧讲。伊讲，伫遮摩西提出来，伊甲伊讲，我嘛是顺服。啊，但是咱嘛看到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悲。伊安怎呢？伊讲摩西讲，你袂当入去，
但是你希望看好，你去你即个皮卡树山顶，我互你会当伫山顶去看到。所以摩西虽然无入去，但是摩西有看到，这也是看到咱上帝的慈悲，嘛看到摩西的顺服。所以伫遮摩西毋若叫百姓爱顺服，伊讲我家己嘛顺服。念安尼，我都接受。伫我最近咧整理，我最近因为妈妈已经过往，我家己较有闲咧整理我遮遮旧的物件的时，我嘛体会到人爱顺服。因为我咧整理物件的时，常常我感觉心肝头足艰苦。起先我嘛无了解，讲我是哪会足艰苦，都该放咧，无整理。过一段时间，佮倒转来整理，伊佮感觉心肝头足艰苦。我就开始伫上帝面头前憔悴。上帝啊，教示我，是安怎我咧整理遮遮，我心头真艰苦。有一个声甲我教示，你为着遮遮的代志，你感觉足毋甘愿呢？你感觉讲具体我做遮遮的代志，因为你整理遮的时，你会发现到我迄当时若毋是安尼，我后壁的境遇会完全无共。你会为着遮咧艰苦。我常常安尼跟上帝面头前讲，认罪，我也要顺服。我无需要为着我具体的一寡境遇好歹，踮遐八百，踮遐咧讲上帝论着讲你迄阵较会无互我经营一条路，都袂安尼。所以我迄个当我安尼了，我阁继续来整理我要整理的物件，我心肝头袂艰苦。我发现咱人嘛爱顺服，咱迄当时嘛是照咱所爱的经上好的，但是咱袂当知影后壁迄路要安怎。咱既然经安尼，上帝只有照咱所经的，迄是咱家己买的。上帝是照咱家己买的，互咱，但是迄稳定伫中间保守看顾，互咱虽然经过毋是上好的路，但是咱拢有够开力来经过。所以伫遮我就发现讲，我安怎都爱来顺服接受上帝安怎引出来。所以我伫遮深深的感受到，顺服的这条路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去学的，拢是咱需要的价值，咱爱学会晓的，袂当定定踮遐咧反讲我要安怎，我要安怎。咱一定爱顺服伫上帝面前。因为咱知影上帝较大，咱若毋是足无奈讲无法度，你较大，你买我也无法度你，咱只有安尼这样无奈来顺服上帝。咱也知影，咱的上帝是疼咱的上帝，伊既然疼咱，一定将上好的互咱。所以耶稣嘛捌说，譬如讲，老爸疼囝，囝要食面包，你敢会摕石头互伊？你要食鱼啊，你敢会摕掠蛇互伊？袂，是毋是？所以伫遮咱就爱知影，安尼来降服伫咱的上帝面头前，毋是无奈，是因为咱知咱的上帝疼咱，咱的上帝疼咱。既然上帝疼咱，咱就有法度降服伫伊的面前，都亲像一对翁仔某足相疼，是因为安怎？伊知影对方疼我，所以你就愿意降服伫伊互你的。亲像囝儿拢知影父母疼咱，所以伊也会当讲好，我听趁父母的话。所以伫遮咱知影，咱的上帝疼咱，咱因为感受到上帝的疼，咱来降服伫上帝的面前。这个功课真正是咱一世人无学袂使的功课。咱来学习顺服伫咱的天父的面前。所以同款伫咱目前这个疫情流行的中间，我嘛要劝咱大家
除了咱伫上帝面头前为即个代志祈祷，咱嘛爱顺服咱的政府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予咱的指示。我想咱嘛无需要，伊甲咱指示啥物，咱做啥物，嘛无需要有一寡人讲，咱来超前部署。你超过伤济，是互咱家己的生活更加艰苦利益。我相信咱爱有信心，咱的疫情中心指挥甲真好势，咱就照伊互咱的来行。相信伫咱的信仰，伫咱的祈祷，互相囥伫祈祷中来祈求，咱的疫情会真紧要过。这是咱伫上帝面头前所有的信心。咱安尼，咱就会当安然来度过目前的疫情，会当安然度过咱目前无足方便的境遇。咱做伙来祈祷。上帝，阮伫遮祈求你帮助阮有法度学习顺服的功课，通互阮拢会当通过即门阮无学袂使的功课，互阮会当甘心乐意顺服伫你的面前。主求你帮助，互阮有法度伫遮来真好势来通过阮的遮遮疫情。主啊，我若为着阮一寡兄弟姊妹，因为安尼，伊的生活会产生问题，求主你赏赐伊教业的稳定，也互阮兄弟姊妹会当互相发现着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需要阮伸出帮忙的，阮愿意互相帮助，互阮拢会当伫即个疫情中来平安度过。阮也看见主，你透过即个疫情伫阮的周围，互阮逐个安静，互阮逐个骹步放慢落来。阮要伫遮来看见你奇妙的作为，看见你奇妙的业力。主，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每一个环境之内，拢会当顺服主你的手艺，也看见你带领的奇妙。主，阮伫遮甲你祈求，愿你赐福阮，保护阮，愿上帝你的面的光照阮，施恩伫阮的身躯顶。愿上帝你的面看阮，赏赐你的平安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子名求，阿门。弟兄兄弟姊妹，咱的聚会今仔日就到遮，大家通平平安安过日子伫上帝的面前。